喺我哋禱告之前，讓我哋花啲時間聆聽神嘅話語。禱告唔單止係對神說話，亦都係去明白神透過聖經向我哋所講嘅說話。當我哋將自己紮根喺佢嘅話語入邊，我哋嘅心就同神嘅真理對齊，我哋嘅靈亦都預備好更深咁樣同神連結。喺腓立比書第4章6至7節係咁講嘅：應當一無掛慮，只要凡事藉着禱告、祈求和感謝，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。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穌基督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。呢節經文唔單止係一個溫柔嘅建議，亦都係一個行動嘅呼召。你而家有冇為住某啲事憂慮？可能係人際關係、健康、工作，定係未來？無論有啲咩重擔壓喺你心上，呢個信息都相當之清楚。唔好俾憂慮喺你嘅心裏邊生根，相反嘅，將你嘅憂慮帶到神嘅面前，坦然真誠咁樣向佢傾訴，分享你嘅恐懼、需要同埋盼望。但係唔好停喺嗰度。腓立比書提醒我哋要帶住感謝嚟到禱告，因為感謝會改變我哋嘅焦點。當我哋唔再諗住自己缺乏啲乜嘢，或者害怕啲乜嘢，我哋會開始紀念神嘅信實。我哋會開始為神已經喺我哋生命中所做嘅事感恩，亦都為佢將要成就嘅事信靠佢。感恩打開平安嘅門，嗰個係一種深刻而超越人理解嘅平安。嗰個平安唔單止冇麻煩、冇壓力，係一種屬天嘅確據。無論發生啲咩事，神掌管住你。呢一份平安就好似個堡壘，喺基督裏面守護住你嘅心思意念，令你喺混亂中仍然被保護、被堅固、被托住。大衛深刻明白呢個道理，佢係詩篇119章第71節話：我受苦是於我有益，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。就咁睇落去，可能好困解，苦難又點會好呢？痛苦、掙扎、困苦，唔係我哋成日想避開嘅咩？唔係我哋想禱告，希望神可以拿走嘅咩？大衛嘅說話揭示咗一個深刻嘅真理：我哋嘅挑戰係有目的嘅。試諗下，如果冇困難，又點會知道神係你嘅避難所同埋力量？冇疾病，又點能夠體會到神醫治嘅大能？如果冇缺乏，又點能夠經歷神嘅供應？試煉唔係神缺席嘅證明，而係看見佢親手喺你生命中動工嘅機會。佢哋煉淨我哋，令到我哋更加親近佢，學會倚靠佢嘅應許。雅各書第1章2至4節更進一步講：我的弟兄們，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，都要以為大喜樂，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，就生忍耐。但忍耐也當成功，使你們成全完備，毫無缺欠。喺試煉中獲得喜樂，聽落去好似好奇怪，但係雅各書提醒我哋要從屬天嘅角度去睇困難。試煉會考驗信心，但係亦都會堅固信心。就好似我哋身體運動能夠鍛煉肌肉，屬天嘅挑戰能夠培養忍耐。忍耐唔喺安逸中成長，而喺逆境中、火焰中鍛煉。當我哋忍耐嘅時候，我哋成長，變得更加成熟、更加完全，
更加像基督。你面對每一個困難，都可能加深你同神嘅關係。當你身處喺暴風中心點嘅時候，好容易被淹沒，可能會問，點解會發生喺我身上？我哋試下改變個角度，神正係透過呢件事教導我啲乜嘢呢？喺聖經入邊充滿咗神點樣透過試煉塑造佢百姓嘅故事，好似約瑟咁樣，俾兄弟賣為奴隸，經過背叛、誣告同埋監禁，但係神與佢同在，預備佢喺饑荒中拯救好多人。佢嘅困難係冇被浪費，亦都係神更大計劃嘅一部分。好似約伯咁樣，失去財富、兒女同埋健康，即使極度痛苦，佢仍然唔離棄神。最終佢更加深咁樣認識神嘅主權同埋憐憫，甚至乎係主耶穌面對最終嘅試煉，十字架，佢忍受住極大嘅痛苦，藉住佢犧牲帶嚟救恩。呢啲話俾我哋聽，試煉雖然係痛苦，但係帶嚟轉化同埋救贖。呢啲意味住你嘅掙扎唔係冇意義嘅，每一個挑戰，每一滴眼淚，每一個黑暗中嘅禱告，都喺度塑造你成為神呼召你成為嘅人。當神允許試煉臨到，唔係懲罰你，而係預備你。佢喺度教你更深咁樣信靠佢，依靠佢嘅力量喺信心中成長。當我哋預備禱告，讓我哋將呢啲真理放喺心入邊，帶住敞開嘅心，將憂慮同埋需要交俾神，相信佢聽見，亦都深深關懷我哋，讓我哋喺困難中仍然感謝佢嘅信實，喺佢嘅平安中安息，知道佢仍然掌權。當我哋禱告，唔單止係同神說話，而係進入佢嘅同在。我哋宣告佢比任何問題都更加大，承認我哋需要佢，而且向佢嘅引導同埋安慰敞開。禱告係一個充滿信心嘅行動，亦都係同嗰位掌管宇宙又細心顧念我哋生命每一個細節嘅主連結。而家就讓我哋將心轉向佢，一齊禱告。天父啊，我成日都試圖承擔嗰啲超過我能力嘅重擔，緊緊抓住憂慮，用自己嘅力量去解決問題，抓住嗰啲原本唔應該由我掌控嘅事。但係神啊，你係我嘅避難所，係我嘅力量，係我患難中隨時嘅幫助。求你幫助我將重擔卸俾你，相信你必撫養我。感謝你藉住我掙扎，令我更加親近你，堅固我嘅信心。主啊，改變我嘅心，讓我嘅生命成為你恩典同埋榮耀嘅反映，使用我成為你旨意嘅器皿。我所面對嘅每一個試煉，都係信心同埋品格上成長嘅機會，依靠神嘅應許，經歷神扶持恩典嘅契機。當我走喺人生挑戰入邊，神啊，提醒我唔孤單，因為你與我同在，引導我，堅固我，預備我進入你神聖嘅旨意。願我嘅生命成為盼望嘅燈塔，喺每一個季節都能夠見證你永不止息嘅愛。今日我選擇將一切交喺你嘅腳前。神啊，我將我所有嘅恐懼、憂慮同埋重擔我都釋放，每一份焦慮，每一個疑惑，每一刻嘅害怕，我都交到你大能嘅手中。創造天地嘅主，你對我看顧遠超過我嘅理解。我相信
喺你無限嘅智慧同埋慈愛裏邊，你正係使萬事互相效力，叫我得益處。神啊，你係我生命嘅主，係托住全世界嘅嗰一位，唯有你能夠由灰燼中帶出美麗，由痛苦中生出旨意，由死亡之處帶嚟生命，教導我真誠咁樣信靠你，唔係口裏承認，而係用我嘅心、行動同埋整個生命，讓我信心扎根喺你應許裏邊，因為你所講嘅一切都係信實、真實嘅。主啊，我承認有時我會急躁，渴望得到答案、解決嘅方案，好想窺見未來。但係你呼召我憑信心行事，唔係憑眼見，幫助我放下掌控結果嘅需要，相信你嘅計劃遠遠高過我嘅計劃，遠比我嘅更加美好。你看見全局，我只係看見片段。神啊，我將我掙扎帶到你面前，嗰啲考驗我忍耐嘅試煉，嗰啲拉伸我信心嘅困難，嗰啲軟弱想放棄嘅時刻，而家我睇見你點樣用呢一切嚟到煉淨我，塑造我成為你所呼召嘅人。喺每一個挑戰中提醒我你曾經教導我嘅功課，當我身體軟弱嘅時候，讓我記得你嘅醫治；當我面對缺乏嘅時候，讓我相信你係供應者；當我覺得孤單嘅時候，提醒我你從來冇離棄我，賜予我力量，讓我能夠喜樂咁樣忍耐，讓我喺困難中嘅禱告充滿對你主權嘅信靠。神啊，我承認我有時試圖靠自己處理一切，冇完全信靠你。赦免我懷疑你供應嘅時候，赦免我讓我恐懼掩蓋信心嘅時候。今日我選擇完全信靠你，依靠你嘅智慧，而唔係自己嘅聰明，相信你正係引導我嘅腳步。主啊，我將生命中感到沉重嘅每一個領域交俾你，緊張嘅關係，未蒙應許嘅禱告，內心嘅爭戰，我渴望嘅突破，教導我凡事藉着禱告同埋感謝嚟到你面前，讓那超越人所能理解嘅平安保守我嘅心懷意念。當我問點解嘅時候，幫助我將焦點由問題轉向你。你係我風暴中嘅避難所，係我困境中嘅保障，讓我嘅試煉成為更深認識你嘅機會。主啊，回顧我旅程，我睇到你點樣帶領我走到今日，喺我一無所有嘅時候供應我，喺我無路可走嘅時候為我開路，讓我心存感恩。唔單止係你為我做嘅事，而係你就係嗰位神。轉換我嘅目光，讓我唔再尋求喺你身上得着啲乜嘢，而係尋求點樣服侍你，倒空我嘅自私同埋驕傲，使我成為你榮耀嘅器皿。願我言語、行動同埋決定都係指向你。主啊，我將一切降服於你。我嘅恐懼、我嘅失敗、盼望同埋夢想，都交喺你慈愛嘅手中，讓我嘅生命成為你恩典嘅見證，你榮耀嘅反映，你大能嘅證明，教導我每一日更深咁樣信靠你，全心尋求你，用盡全力侍奉你，願一切榮耀、尊貴、讚美都歸於你，直到永遠。以上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如果呢篇禱告能夠觸動你嘅心，請以阿門作為信心嘅回應。願主耶穌基督嘅恩典與平安
常與你同在。